因伫咧高雄市是有一个70几岁老先生，食酒骑车，经过大寮后庄的泽公圳大牌，一个无细利煞拨落去，加在是有人发现，赶紧来送医。不过在地嘛反映讲，这大牌边是拢无炸起来，暗时啊，佫无路灯，实在是真危险。 这是暗时临近居民专挖来这条泽公圳支流，还有人为厝内摕竹篙要甲人交调的。原来有民众骑车拨落去，伫大牌内底铺陈，看到状况愈来愈危急，有民众直接跳入去水内底救人。人掉下去，在前面之前的时候还是有点知觉，后面到外面可能就没知觉了。然后我看情况不对，我就赶快下去给他救上来了。 救起来75岁是大人，看起来无喘气，居民赶紧 CPR， 等到警消来，甲人送病院。警方讲男子是酒后骑车了后失足拨落去，但是地方反映，伊拨落的大牌边仔无任何防护，嘛无路灯，外地人也是讲若无注意，就可能掉入水中。以前这里就是没有栏杆嘛，然后没有围栏，我有跟那个农田水利会有争取过，然后他们应该是没有经费就没有做嘛。这早都无做，暗暝山了，啊无怪这之前有咱流过来的啊，无白讲的啦。地方讲早年嘛有民众失足互冲走，真侪届反映无解，里长嘛真无奈。所以讲无这个经费人做这条，这条的时阵来到这，阮的民众不管是运动还是踏奥多摆啊，来到这拢相当危险，而且这岸边无做，阮也无倒去做电灯。 市府表示，这条通道是农田水利署所有，早时已经面代会勘，希望争取正式相关的防护。农田水利署即是回应，会邀请到相关单位甲里长会勘，才决定要安怎办理。公司新闻，欧丽婷、陈hen坤报道。